個深刻可以係一個理念嚟嘅。我哋想頌缽啦，咧普及化家庭咧，就唔係話你學完之後就擺家庭用。個意思就係，如果有一個家庭有一 set 或者一兩個頌缽喺屋企，因為有一啲牙健康問題未去到，你唔拖到咁嚴重，你係唔會睇醫生。OK。第二，你亦都唔會走去揾一個所謂嘅療癒師去幫你處理。即係舉個例咩咧？你腰痛，你未去到真係好痛，你嗰下點處理啊？你咪拖住先咯，係咪？好多人都係拖住先啦。哎呀，可能瞓兩晚冇事咧咁樣。又話調翻轉又好嚴重啦，你亦都唔會走去揾個療癒師，係咪？咁嚴重係咪應該睇下骨科啊、脊醫啊、西醫啊或者物理治療啊？舉個例，椎間盤突出，你就又唔會揾療癒師嘅。咁個缽有咩用？其實學完正正係咧有一紮嘅問題咧，介乎於我又去到真係會受影響啦個生活。但係又未去到，我覺得要睇醫生。咁呢度嘅中間，咁呢一陣點算咧？係咪就只能夠拖到睇醫生為止咯？咁有陣時病向淺中醫，或者有啲嘢處理得當嘅時候，係唔需要睇醫生啊嘛。所以我哋家庭嘅意思就係，如果你學完呢套嘢，你擺咗屋企，有好多嘅手法其實你可以自己處理到。例如類似啦，經痛你會唔會揾人處理啊？除咗食 Panadol，未必會揾啦。除非係長期好嚴重嗰啲，你又會長期睇緊醫生啦，係咪？咁經痛亦都係影響嘅喎，一個月可能影響你1個星期都唔出奇嘅喎。如果差起上嚟，咁你一個月得4個星期，影響咗你2星期，咁都好嚴重啦，係咪？但係你又未去到覺得要睇醫生啊，又未至於係嘛？咁我喺屋企咁咪可以處理到咯。